那么下面就是说，在这莲花生大师来到藏都，树立了这个佛教之基，将此七句祈祷文呢，也是这个恩赐给有缘的这些什么国王、赤松德子呐、贝若赞呐，就是等等，就是这些君臣，念及呢，就是后代所有的隐藏的佛藏品当中啊，也有无不有此金刚这个祈祷文啊，就是金刚七句祈祷文，就是所有的像我们这个藏传佛教历史上啊，就是有这个8位这个佛藏大师，可能就是不知道韩文上有没有，我以前英文上有，就是有100多个那个佛藏大师的这个专辑啊，就是也是集群一个特别厚的，就是方面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也以后可以像那个这个佛藏品呢，就是我想跟大家还是要有必要的，到时候给这个介绍啊，就这是在这个藏地的这个佛教当中，就是特别的一种法。虽然我前一段时间讲的佛经当中也有这方面的隐藏，就不是很明显的略所的记载有的，有略所的记载，但是呢，在这个尤其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教法当中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他的这种这个修法也好，就是佛藏大师每一个就是这个有殊胜的这种开启的这个佛藏的一些这个教义，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这个就是应该就是以后也是可以这个了解，就是因此在藏地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有很多这个佛藏品，就是每一个佛藏品里面呢，就都有不共的一些这个七句祈祷文的这个修法、念诵方式啊。还有就是包括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事迹的一些传记啊，就是其实这些这个传记的话呢，有些历史上说莲花生大师呢，就是也有很多的，比如说说是有些说这个就是4900多个传记，那么就是不同的这个佛藏师呢，就是都有不同的一些这个描写，也有不同的这个修法。当然，这个现在的话呢，就是也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上师瑜伽的这样的这个修法。这个迄今为止，它一直具有真实影响的这个价值成就的大宝藏啊，就是到这个现在的是真的是就是说它的这个加持的这种这个力量啊，是不可思议的。谁经常呢就是修这样的这个七句祈祷文的话呢，那么就是他的这个修行顺利啊，就是自己的各方面的这种境界啊，就是顿然这个出现了。还有呢就是内外的一些这个种种的魔障啊就是自然而然这个消失。还有呢就是各种的这种上师和传承这种传承的这种价值也好、智慧也好、洗涤的话呢，就很快的是融入这个自信啊。我们这里的很多道友就是在这个经常念那个就是七句祈祷文我知道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多年以来每天都是念那个就是不断的念100遍那个七句祈祷文，然后呢就是自己念那个念四心咒，就是1000遍左右我看到我认识的很多这个包括汉族的一些道友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这样的。我想就是你们平时这样坚持这样下去的话呢，以后在自己修行当中肯定牵出很多的道障，就是很顺利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身心跟这个法呢，就很容易这个相应。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个心呢，就是跟这个法相应，诸佛菩萨经常随时都是加持的话呢，那自己自然而然就是对这个三宝的这个信心呢，就是越来越会这个强烈的。然后呢就是对这个怎么说就是一切这个万法的本体呢，就是这个有所这个证悟就这种证悟的话呢，就是一定也是不会困难的。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跟法不能相应，上师菩萨和还有那个这个护法空性呢，就是没有给予这个随时的这种加持的话呢，那我们这个修行呢，虽然有些人是凭自己的这种微薄的力量呢，很精进的这个努力的，可是呢，就是最终就是自己得到的并不是那么理想的效果。因此这个像具有这样的这种这个宝藏就是很有这个能力的这种这个加持文的话，那就是我们随时的是应该得着。比如说有比较严重的一些疾病的人的话呢，他随时的是要这个保存一个比较有疗效的一些药就随身的是带着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呢有烦恼、有障碍、有违缘就这是自己也是明白的，只不过有些人不说而已。其实很多人的认为是我的烦恼那么重我的违缘那么重我每次的是这个修行的话，那为什么是不能成功？我看道友们早上起来的那么
好，就是每天背诵那么多，而且这个平时生活当中也是没有烦恼。我经常要么生病了，要么这个产生痛苦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很多的一些这个包括就是非人也好，就贵生的话呢，就是也许啊，也可能就是对你有所这个损害。那个时候呢，就是要是一个最有这个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咒语啊，或者是这个祈祷文是很重要的。所以以前的很成功的很多高僧大德的话呢，其实他们的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就身边呢，或者说别人就是不容易发现的地方呢，他们都有很多秘诀。这秘诀的话呢，就是不一定是这个其他的，就像莲花生大师的这样的这个修法，经常的一些祈祷文的话呢，那么就是他一辈子的事，就是依靠这些祈祷文的话呢，最后他在这个晚年的时候，他自己也知道，我终生当中呢，就是这个幸好是遇到了就是这样的这个这个三宝的这种加持啊，就是所以说呢，就是没有被这个微远所转。我以前好像用过吧，就是门峰仁波切的一个快乐之歌当中呢，都说了，就是虽然就是现在魔法时代啊，就是非常这个黑暗，但是呢，就是无形当中的万幸呢，就是遇到了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教法，所以呢，现在不管怎么样的话，那就是自己日日夜夜的是处于一种快乐的状态当中。因此，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是，虽然呢，就我们这个生长在这样的一个特别这个黑暗的这个污浊恶世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鬼神魔障猖狂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但是我们心源呢，也遇到了一个正法。就是一点怀疑都不用的，不用一点怀疑的，就这样的这个正法。同时呢，也具有书生这种这个加持力的，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教法。这一点呢，我个人是就确实并不是刻在这个就是嘴唇上这个顺便跟这个说好话而已，就是经常就是在内心当中呢，就想就现在这么恶劣的时代当中呢，就是遇到了很好的上师，遇到了这么好的教法，就是这就是自己这个千百万劫当中积累资粮的这个结果，就是很荣幸就经常有这样的想法。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也会有这个同感吧。